星級論證。睇翻港股方面啦，上個禮拜分別有兩大巨頭阿里巴巴同埋美團公布佢哋嘅業績嘅，各有參差啊，令到市場咧來回波動性都相對大嘅。踏入12月份啦，市場最關注就係話聯儲局係咪即係一如嗰個預期所料會減息咧，同埋呢一個嘅港股會唔會係喺翻高位係收，甚至乎衝破呢個27,300點嘅本年度高位咧？今個禮拜嚟講啦，為大家帶嚟騰訊控股700嘅好倉嘅。睇翻 ATM 之中啦，騰訊個業績相對地係亮麗啦，咁包括翻呢個支付啦，同埋遊戲板塊咧，成為強硬嘅護城河。特別係翻11月份呢咁波動嘅市況咧，仍然未跌穿600蚊呢個大關㗎。相信如果今個月嚟講啦，整體市場氣氛係改善啦，同埋指數進一步衝擊翻今年高位27,300點嚟講咧，騰訊係一個穩健之選，而且功不可沒嘅。咁大家留意翻騰訊喺現水平嘅好倉10% 價外好倉㗎，萬一跌穿5%，做一個止損動作。記得月頭嘅變化係比較多，各位粉絲記得係要留意翻嗰個注碼啦，同埋出入場要快嘅，記得。Buy timing，用 everything。雖然近幾個交易日港股嘅即市波幅就相對比較大啦，但去到今個星期一嘅話呢，即使喺亞洲時段外圍股市比較弱呢，恒指依然可以上到去26,000點樓上收市，咁算係呢近個幾禮拜以嚟呢收市嘅高位嚟㗎。咁見到大市比較強嘅話呢，騰訊亦都喺從龍頭科技股入邊呢相對比較強嘅選擇嚟嘅。咁如果投資者跟進炮即係睇好嘅選擇嘅話呢，可以留意一隻貼價長年期嘅升展嘅騰訊概論15198。咁15198呢去到下年即係2026年嘅7月底先到期，行使價就喺622.7毫二，屬於貼價啦，中長期嘅選擇。咁所以除咗短線睇升之外呢，中線想部署騰訊嘅升勢呢，都可以參考翻呢隻長年期嘅15198嘅，槓桿比到挨近有6倍。以琴日收市價1毫2仙1為例啦，假設如果一個星期嘅時間值損耗同埋引申波幅不變嘅話呢，以騰訊呢大概即係用一個1成嘅上升參考價680蚊附近嚟做個參考嘅話呢，15198對應嘅輪價大概就係1毫9仙7嘅，咁潛在對比琴日收市價呢個理論升幅有大概6成度㗎。